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茄子蛋的这款主轴都景。那因为我做这系列影片的主要目的呢，不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歌词的故事跟含义，而是从歌词里面挑选出一些词语，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让大家学习台语，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歌词的意思。所以从这期开始呢，我将改变我的方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娃娃 TV。春秋伫乌乌暗暗却迷人的世间，结果是遥远，无法来歇喘，看袂到永远。若是你也袂找到嫁翁的人选，我成全。一个人伫遮浮浮沉沉，毋敢看天顶，怨叹这环境。两个人伫遮无要无紧，毋通混人生，迄拢是天境。三个人伫遮欢欢喜喜，拢莫讲感情，迄破坏团圆。我想要一寡长工面滴，我对你真心，毋通阁离开。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世界，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所在，这是咱的爱情命运来创治。这款糟蹋的人生，拼死爱你像战争，拢是我自作自断。我是欢喜又甘愿，无你。希望你会听到我破碎的心，想起你的名、你的影、你的声，温柔的头鬃为咱的爱情唱歌。这篇的歌词的中文呢是：伸缩在黑黑暗暗却迷人的世间，结果是遥远，无法来歇息，看不到永远。若是你还没找到嫁人的人选，我成全。一个人在这浮浮沉沉，不敢看天上。埋怨这环境，两个人在这无要无紧，不要恨人生，那都是天选的。三个人在这高高兴兴，别讲感情，那破坏团圆。我想要一点甜甜蜜蜜，我对你真心，不要再离开。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世界，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地方，这是我们的爱情命运来捉弄。这种糟蹋的人生，拼死爱你像战争，都是我自作自受。我是高兴又甘愿，没你，希望你会听到我破碎的心，想起你的名、你的影、你的声，温柔的头发为我们的爱情唱歌。好，那我们这首歌要来学的歌词呢是这些。第一个春秋呢是伸缩的意思，春是伸。春手伸手，而揪呢是缩的意思，像是衣服会揪水缩水。那人老了呢会的揪，就是人老了会变矮。那春揪要怎么用呢？像是咱做人爱向春揪才袂吃亏，我们做人要懂得伸缩才不会吃亏。那又或者是8点档连续剧常常有人在说的，你男主和大丈夫爱会春会揪。你男子汉大丈夫的要能屈能伸。好，下一个是歇喘。歇喘呢是喘息歇息的意思，像是你去运动或者是去爬山，你觉得很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你同行的人说：我歇喘起来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永远。永远呢是永远的意思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以后可能很难再见到面了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我永远都会记得你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，拜拜。那如果你想要说一些比较感人的话，像是你的小孩可能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免惊，我永远跟你徛这伙，别怕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对起心的波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也未。要不呢是还没的意思，我也未吃饭，我还没吃饭。那你也可以这样用：你吃饭未？也未。你写功课啊未？也未。你看电视啊未？看啊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嫁翁。嫁翁呢是嫁人的意思，嫁呢是嫁，嫁人嫁人，嫁妆嫁妆。那翁呢是夫婿的意思。像是昂婿丈夫，那嫁给老公呢，就是嫁人的意思啦。我也未嫁翁，我也未嫁人，都一样是我还没嫁人的意思。所以嫁翁跟嫁人是一样的意思。你什么时阵要嫁翁啊？
好，下一个呢是临算，临算呢是人选的意思。例如你要征人，或者是结婚要找婚顾，东西坏了要找人修理，那你就可以问问看人家，你讲有好的临算，你有好的人选吗？喂，啊好紧嘛，我要搞阮查某囝相亲，你讲有好的临算？唉，好，下一个是无要无紧，无要无紧呢是无所谓、无关紧要的意思。就是在形容一个人漫不经心、不用心、没有什么责任感。例如，你儿子明天要考试了，但他却还在那边玩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“你明仔载要考试啊，你哪会今麦搁安尼无要无紧？”好，那下一个是拣，拣呢是挑选的意思，拣人选人，拣衫选衣服，拣菜挑菜。那台语有一句俗语是“拣啊拣，拣到一个袂用用”。翻译过来呢，就是挑啊挑，挑到一个卖容颜的意思呢，是比喻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呢，你过度的挑三拣四，最后选到的呢，并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像我就有一个亲戚啊，他离过2次婚，他就经常被我妈妈他们嘲笑说，你大概拢拣啊拣，拣的一个袂用用诶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呢是高高兴兴的意思，而欢喜呢是高兴的意思。我打刚拢就欢喜耶，我每天都很高兴。我打刚拢欢欢喜喜耶，我每天都高高兴兴的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破坏，破坏呢是破坏的意思。你莫破坏我的感情，你不要破坏我们的感情。那再下一个呢是团圆，团圆呢是团圆的意思。过年是一家伙仔团圆的日子。过年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，那些撒狗血的8点档呢，经常就会有分离很久很久的母子啊，一家人啊，他们就会说，咱总算是一家伙仔团圆啊，我们总算是一家人团圆了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挂，一挂，挂呢是一些一点的意思。你去买挂糖回来，你去买一挂糖回来，你去买一些糖回来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所在，所在呢是地方的意思。例如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所在真矮，这个地方很窄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冲敌，冲敌呢是捉弄的意思。他就爱把人冲敌耶，他很爱捉弄人。那像我小时候欺负我妹妹，她在哭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说：“吼，你莫甲冲敌啦，你不要欺负她啦。”好，那其实冲敌呢也有调戏的意思，像是8点档或者是有一些黑道片，不是经常会有一些色男人会这样嘿嘿，然后在路上随便摸人家女生的屁股，然后被老婆看到，老婆就会这样揪着他的耳朵说：“小迪哥，你莫安尼冲敌人查某囡仔啦。”好，那下一个呢是糟蹋，糟蹋呢是糟蹋的意思。跟上面一样，很多台语剧都有。当一个女生遇到渣男的时候，她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她的父母呢，就会跳出来说：“我好好一个查某囡仔来你家，给你糟蹋干安呢？我好好一个女儿来你这，被你这样糟蹋。”另外有很多妈妈生气的时候会这样说：“我是谁？你出来糟蹋我爱你？我是生你出来气我的吗？”等等的话，你们的妈妈会这样说吗？还是只有我妈会啊？好，那最后一个呢是欢喜甘愿。欢喜甘愿呢，就是心甘情愿的意思啦。例如，很多父母呢对孩子的付出呢都是欢喜甘愿的。如果你帮你的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做这些事，你就可以回答他说：“我欢喜甘愿，干你屁事。”好，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词语：春秋、伸缩，咱做人爱会晓春秋才袂吃亏；歇喘、喘息、歇息，小互我歇喘一下；永远。永远，我永远会记得你。也未，还没，我也未食饭。嫁翁，嫁人，我也未嫁翁。人选，人选，你敢有好的人选？无要无紧，无关紧要。你明仔载要考试啊，你哪会今麦搁安尼无要无紧？拣，挑，选，拣人，拣衫，拣菜，欢欢喜喜，高高兴兴。我逐工拢欢欢喜喜的，破坏破坏，你莫破坏阮的感情。团圆团圆，过年是一家伙仔团圆的日子。挂一挂，一些一点，你去买一挂糖回来。所在地方，这是啥物所在？冲敌捉弄，伊就爱冲敌人的。糟蹋，
我是生你出来糟蹋我的你，欢喜甘愿，心甘情愿，我欢喜甘愿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茄子蛋的这款诅咒都讲这首歌的歌词教学。我这次换了一种方式来呈现，不知道大家是比较喜欢以前的那种呢，还是比较喜欢现在新的这种方式呢？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台语歌呢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